个消毒器要喷消毒水，虽然寒假又未结束，校园内底嘛拢无人，不过要准备2月11中小学开学，防疫嘛袂使大意。如果老师没有打2剂，对，没有打2剂就要快筛哦哈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校园视察，防疫不足充足，学生在学校食营养午餐嘛需要隔板避免开讲。实在是因为奥密克戎大魔王真够摊。今嘛台北市嘛讲，只要一个班级有1个人确诊，全校会停课14天。新北市敢会安尼做？前面的阿法分调查，我们曾经有一个规定，我们比照的方式就是一人染疫，44天不到校，但是并不停课。其实新北市本来就是安尼规定，侯友宜嘛和老师做伙晚期离开会，示范停课无停学。不过要防止疫情，要是爱注疫苗。我也鼓励我们老师们赶快打第3剂。鼓励注疫苗，也无大个体检，确保长时间到店的师生安全。同款重视校园防疫的，阁有台北市。环保局人员来去咧消毒，寒假期间用袂着教室，等到是开放民众用的运动场、休闲设施，要加注意。291所学校，加上校园开放的公共空间来做校园防疫喷消。连校外嘛出动大型的消毒车来消毒，详细做清消，就是要做好准备来迎接开学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